我帮共产党创造多少外汇？共产党是靠我们这些台商的台商占中国 GDP 3%而已，但是中国的外汇台商创造45%，在台商走了他是很头痛的，他没有能力啊！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，如果组装没技术，为什么电子业、苹果啦、notebook 这些组装，为什么都台商在做？你中国人做给我看啊！你一个月做10万只手机，跟做100万只手机，那个管理方式是不同。你们自己哪一家来取代台湾这些电子五哥？你说台湾有45%外销在中国，我就问你啊，你去市场上看得到台湾货吗？你在市场上绝对看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们销到中国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原料嘛，帮你中国做成成品，卖到国外去赚外汇的，不是台湾靠它。这些厂商迁移到东南亚，还是从台湾进原料嘛，不用被人家唬到说，哎，那经济靠中国。啊不，我问你啊 ，A 克法那买停，本身的需求降低了嘛 ，A 克法没停就降10%了，表示什么？我们的厂商外移，所以现在可能什么东南亚、印度、墨西哥，农产品本来就不在早收清单，中国的水果多便宜，那个真的是中国在跟你做统战了，中国人没在吃遐贵的物件了。